穩健民生租客，康貝麵包店，獨市生意收息5厘回報，投資必選。物業地址：荃灣曹公坊12號德仁樓地鋪，建築面積約1400平方尺，未核實。令鋪前通道更位於人流往來，愉景新城商場及荃灣港鐵站必經的天橋通道，人流有保證。筍鋪位於行人專區、街市及熟食中心旁，毗鄰近住宅群及多幢工商大廈所包圍，有充足消費群。鋪型是正，鋪門闊近17尺，樓高可建過樓，可增加實用面積率。